位街坊望過嚟，有冇見到啊？樓下呢個位置就係中山嘅高爾夫球場。今日幫你哋喺中山嘅火炬區呢度揾到套單位，120個方，做到4房2個廳2個衛生間。哇！你睇下呢邊，呢邊屬於中山火炬嘅新城區，所有啲豪宅啊、噼里啪啦嗰啲嘢啊，全部都係喺呢邊起。嗱，呢度係第一間房，空間都夠晒闊。佢嘅對面係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咁啊呢邊咧，哇，做咗個日式榻榻米設計嘅一間房。呢度係第3間房，我作為一個兒童房去使用。佢嘅對面咧，當然就係主人房啦。嗱，帶一個乾濕分離嘅衛生間，主人房嘅空間都夠晒闊落啦。呢度翻港珠澳大橋人工島40分鐘，翻深圳路啊都係40分鐘，十分之適合你哋香港嘅朋友仔。感興趣嘅街坊評論區留言攞資料。